是很累跑。现在车吧没有，翻破了那个土啊，就在那边掉下来啊，翻的那个啥，翻过它斜起来的那个。最恐怖。最恐怖，最恐怖。哦，天哪，还在努力，终于把门卸下来了。它里面一堆的东西，哎，你们这可不可以拿掉？这可不可以拿掉？给它弄掉好不好？先弄掉，不然的话很不方便。对，好不好？先把它剪掉。你给它剪掉，改天再绑。我给你拿剪刀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对。早上已经运走了3台车，现在东西还有这么多，哇！各位大家看一下，哇！他就窝在边边的小洞，在那边过日子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了！伟大的我们清洁队员，真的，这环保大使，伟大的环保大使们，哦，这个资源回收没有大使。一个是，好像一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盆子吧，对，它就是结局。它就叫做结局。对。可怕，我第一次看到。第一次看到。